看这届亚运围棋嘛是正式的比赛，台湾会派出10位国手参加哦。也毋过最近传出有性骚扰的事件，一位细数的查某女技师指控讲，去年9月开始，伊接受亚运的培训，总教练周俊勋有2届趁只有伊一个人的时阵，摸伊的脚趾片。后来伊出面指控，说互总教练甲其他的技师霸凌，已经退出国手的培训咯。 有阿明棋王之称的围棋界传奇人物周俊勋，是亚运围棋国手的培训总教练。也毋过，即马传出伊技术涉及性骚相关事件，一名性骚女技师指控，伫国家队培训期间，去年11月2摆互总教练摸脚趾片，虽然有出声阻止，也毋过后来佫惊失去国手资格，才会当选择吞论。 想要到双方集体霸凌，身心受创，才会当退出国家队。就6年前他是有找总教练，然后我在海龙棋院他表明他要退训，问他为什么要退训，他说他身体不堪负荷，打疫苗之后有后遗症，好像很难呼吸，比赛的成绩就影响很大。1月31号提出就是他确定要退训了。 围棋协会表示，伫胜诉技术提出退训了后，也建议伊趁过年期间放松身心才决定。也毋过，伊决定退出，才会当尊重决定。后续也一直无法度出去联系。选手要退训要他们签退训意愿书啊，从那之后再联络，听说到现在都联络不到他。这个情绪的安抚啊，希望不影响到。 培训队的一些心情就对了。做了，他因为他好像也提到说，他们培训队集体霸凌他嘛，做一些调查。对指控，周俊勋否认，佮发出声明澄清是拍镜仔头鼓励，是双方的互动认知无同，表示失礼。佮较强调，无任何过分的行为，佮较无集体霸凌。真的有什么，大家都会知道，也会看到。那如果真的没有什么的话，也希望透过法律，透过这些。 公正公开的调查小组，然后还给我跟整个团队的清白。因为协会后续会甲选手名单，除了安大证书，同时也会调查相关事件，也希望胜诉技师若有需求，会当向协会联系，会提供妥善协助，维护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